虽然你喜欢吃，但只能吃这一块啊。嗯，记得给妙妙留几块。留着呢。哎，妙妙去哪儿了？哦，他英文老师带他去哪着？今天？带他去看展览。这个老师对他还挺好的，每次都很用心的给他挑选活动，每次都会带他出去。长得还挺漂亮的。不过是个男人。真搞怪。那先说好了啊，一人一块啊，上来都是妙妙的。这么多，妙妙回来了啊？爸，你怎么来了？怎么没让我去接你啊？小芒，是不是妙妙回来了？这位是？这位是我爸。伯父好。伯父你好。伯父你好，我叫左在志。伯父，我是郑磊。你们都住在这儿？爸，郑磊他不住在这儿，他在上海有自己的家。在俊和我住在一起。严格的说，他和我是室友关系。对，我跟林小萌还有他，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就是室友，所以现在我们还是室友，好哥们。这8年以来，都是在俊和郑磊帮我把妙妙抚养长大。如果没有他们，就没有现在的妙妙和我。谢谢你们。不客气，我们应该的。应该的。爹地，我回来了。妙妙，来。老爸，妈妈，我回来了。妙妙，外公来看你了，叫外公好。妙妙，外公好。来，过来。都长那么大了。我8岁，3年级。真快啊！妙妙，外公不知道你喜欢看什么书，我给你带了2本，你看看。
喜不喜欢呀？谢谢外公。来坐。苗苗啊，平时除了看书以外，在家里还喜欢做什么呀？最喜欢和老爸还有妈妈一起拼拼图。拼图？爸，你还记得吗？在我小的时候，我们一起拼过3000片的拼图。我当然记得。 3000片，我只拼过1000片呢。外公，你喜欢拼图吗？以前我也喜欢。一起来看好吗？快差不多了，哎，这边我们这个拼了很久。不错，快要成功了。这里你看看这一块，对，好，这里。爸，您喝茶。好，这个。 应该是这里吧？没有，是吧？对，差不多。嗯。好。在俊，今天就要委屈你睡一下沙发了。没事。 谢谢你，好，谢谢你让我和妹妹团圆，也谢谢你这一路对我的支持。这一切都是你的功劳。这就终于说对重点了，林小萌。 爸，外面太冷了，要不要先进屋？没事儿，我透透气。那我陪你。妙妙，可真像小童啊。跟姐姐一模一样，有想法，也很倔强。 萌萌，你真的打算抚养姐姐孩子一辈子，并且也不告诉妙妙真相？嗯，妙妙才接受我这个妈妈。要是现在突然告诉她，她另外还有一个妈妈，而且已经不在了，对孩子来说是一个打击。等她再长大一点，我就告诉她。 太委屈你了，萌萌。爸，您别这么说。对于姐姐来说，我也不是一个称职的妹妹。我现在很自责，我都没有好好的抱过她，跟她说一句“我爱你”。 我心里也挺难受的。现在能让我抚养妙妙，
对我来说也是最大的安慰。感觉姐姐都回到我身边了。爸，这是我们人生中第2次结婚。第2次机会。再一次重新爱我姐姐的机会。第2次机会。阳台弄得不错呀。啊，伯父早。早。昨天睡得好吗？还不错。我知道你们台湾人都很喜欢种树。是啊，我们垦丁那边那些树啊，比上海大多了。对。啊，没有，最喜欢爬树。爬树？是啊，我给他安排上那个森林小学，那里有一棵很大的树，他就经常跟他的同学进行那个爬树比赛。是吗？那不危险吗？哇，一开始我们还挺担心的，但看了几次，看他爬得还真的挺好，那后来就习惯了。这孩子，他挺有特点的。小萌小时候不太爱哭，妙妙爱哭吗？哭，只要不顺他的意啊，哇，他哭到脸都涨红了。是吗？这孩子倔强，这点像他妈。哦，这么多年，真是辛苦你了啊！来，你再多跟我讲讲妙妙的事吧。好呀。我想想看。有一次，妙妙8个月大的时候，我跟郑磊第一次带她去旅游。那我们就坐那种大的旅游巴。那次惨了，妙妙一上车就一直哭，哭不停，然后怎么哄她都不行。那没办法了，车上面那么多人，很尴尬了嘛。真够折腾的。那我们就下车了。就改去坐那个火车去了啊！结果一上火车，妙妙就不哭了，就一直看着外面的风景，还一直笑。那次之后啊，我们才知道，原来妙妙喜欢坐火车，就随着她的个性去发展。她想做什么，只要不太危险，我们都不爱去限制她。但是该有的教育也不能缺失啊。在我看来，教育就像书法，你要写什么字体，用什么笔，一撇一捺一勾，都在我的盘算当中。我希望我的孩子按我的规划去发展和成长。明白。不过伯父我自己觉得教育孩子呢，其实有时候还挺像射箭的。射箭我就是那把弓，妙妙呢就是那把剑，我永远就是他的后盾，给他足够的力量，帮他发射出去。让他展翅高飞，然后百发百中中不中红心没关系，只要他能飞到他想去的地方就可以，他快乐就好。快乐就好。
天很冷，你们上去吧。外公，你要注意保暖，多喝温开水哦。外公知道，你要多穿衣服哦。载俊，伯父，要多辛苦你了。伯父，放心吧。杭州很近，我随时可以来，你放心吧。好，车在路口，我走了。爸，你保重。你也是。这一次土地调研不全，开挖以后才发现，那个土地上面根本就不适合做工程。这次是我疏忽了。跟你没关系，主要是我太相信对方的报告了，没有做2次的勘察。你的补充方案非常好，很及时。如果有什么情况，我会再告诉你。载俊，以后工程呢就是这样的，你要随时准备见招拆招。这样，那我明天会跟孙妮再开会研究一下。好，回公司吗？一起走。哦，我不去了，我还有事。哦，对了，那个西安的案子是不是有什么难题啊？我看小萌为什么天天都要去西安开会呢？对，CN 的案子呢，最近几天我也会去关心一下，再跟进，你放心吧。这样，拜拜。拜拜。喝点水吧，哦，谢谢。我放这儿了。这图啊，很多地方要修改，明天要开会呢。怎么了？啊，没什么，你忙吧。载俊，我今天要跟方总去建筑基地，晚上就不回来吃晚餐了。哦，我今天也会比较晚，我一会儿去完工地，还要去跟孙妮开会。那没事儿，妹妹她去毛豆家，晚上童楠给送回来，你自己小心点吧。你也小心点啊！走了。好，拜拜。
喂，郑磊，在军已经走了。今天治疗时间会比较久啊，可能会到天黑，你心里要有个准备。没事儿，我都交代好了。今天妙妙去毛豆家里，然后晚上童丹送回来。在军呢，他认为我和方总去建筑基地了。OK， 走吧。哦，对了，我没开车，我叫了个车。行。慢点啊，小云头。走吧。郑磊，干嘛呢？我要去宝山找客户，已经在路上了。哎，先不跟你聊了，拜拜。哦，没事，拜拜。没有什么不舒服吧？回来了。你不是很晚回来吗？那个，我跟他在弄堂口碰到，然后我就把他送过来。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也不要怪郑雷，是我不让他说的。有多严重啊？医生说了，还有6个月。噔噔噔噔！我把妙妙安全的护送回来了，而且我和宝豆打篮球，我赢了。童丹，我送你回去，走。
我先走了。老爸，妈妈，怎么了？郑磊，出什么事儿了吗？载君，其实8年前我在美国就突然发病了，所以我才消失的。你从来没有告诉过我。对不起。对不起。载君，郑磊，妙妙其实是我姐姐的女儿。当年她在台湾已经病危，所以把她的女儿托付给我照顾，也就是我当时抱回来的女婴。我本想陪伴妙妙长大，可是当我到了美国没多久，就在学校晕倒了。医院诊断出是癌症，也就是我消失8年的原因。8年来，我一直挂念着妙妙还有你们，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告诉你们这个事实，所以就这样不负责任的消失了。从始至终都是我亏欠你们，我不负责任的离开，又莽撞的回来，是我搅乱了你们的人生。我本以为我再回来，能够承担起全部，也能补偿你们和妙妙的人生，但没想到，现在却是这样的结果。
郑磊，怎么了？小王和赵军在里面等你。好，知道了。你们怎么来了？我们想要给妙妙过她9岁的生日，所以过来找你一起商量一下可怎么庆祝啊。而且这也是我第一次给妹妹过生日嘛，所以我想好好的想一个好的对策。好啊，我们好好商量商量，给妙妙一个最难忘的生日。他到底怎么了？一个人干嘛呢？喝杯水。不喝。你这是怎么了啊？这不是同事说要约你吃饭吗？怎么还不去啊？不吃了，没心情。哎呦，谁又惹我们大小姐了啊？哎呦，姐，你知道吗？郑磊最近心情特别不好，我从来都没见他这样过。你说这个男人他心情好不好，他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啊？姐，你怎么能这样说呢？做人不能这么冷漠。我上次生病的时候，郑磊可是二话不说就照顾我跟毛豆啊。童丹，我是你姐，我自然担心的是你。你不要清醒了2天又一头栽进去，我都懒得说你了。那你就别说了，不说就不说。听说吃甜食能让人心情变好，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不开心，但是我希望你吃了甜的，心情会变得好一点。你看啊，像我这样，一大勺。心情好些了？那就好。哎，上次你不是说想看《窈窕淑女》吗？ Some of it when you saw a chance of getting back a bit of what you chapped at me last night. Instead of dropping in, eh? Sit down. Ah, well, if you're going to make a compliment of it. Sit down. Sit down, girl. Do as you do.妙妙，回来啦！对啊，书包给我。我妈也回来了。妙妙回来了，快去洗手换衣服吧，一会儿吃饭了。哦，快去吧啊！老爸回来了。走，赶紧洗个手，一会儿吃饭啊。好。
妙妙，你出来一下。哦。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妙妙喜欢吗？嗯。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他生日快乐。祝妙妙生日快乐！来，先许愿。先许愿。好，要吹蜡烛。3、2、1。好喽！切蛋糕。好了，要切蛋糕喽。哦，等等，先拍照。好。预备，再来一个。好好吃哦。好吃吧？哇，好肥！妙妙，这是爹地送你的生日礼物，打开看看。哇，谢谢爹地。哇，好漂亮的水晶球，好漂亮哦！喜欢吗？爹地希望你以后看这个水晶球呢，就想到你和妈妈、和老爸、和爹地在一起的幸福日子，好吗？希望我们可以一直这么幸福，永远幸福下去。生日快乐，妙妙。好了，这点说完了，到老爸了。来，妙妙，这个呢，别看它那么单薄啊，其实这里面是老爸给你的100个愿望。100个愿望？你只要打开它，你什么时候想实现，老爸都会帮你实现你的愿望。现在就打开一个。好啊。等一下。看看是什么？买一只小兔子来养，不过你要照顾它。哇，好吧，那我们一会就去买吧。明天早上去吧。开心吗？谢谢老爸。还有妈妈送给妙妙的生日礼物。哇，这个呢是当年我和2个老爸在垦丁在台湾的时候坐火车拿到的火车票，叫永保安康。这个火车票一直放在身上的话，会一直健健康康的长大。我希望这个火车票可以保佑我们家妙妙永远都快乐，永远都平安。好吗？谢谢妈妈。
妙妙，你不是说过你希望你的生日愿望是我们一家人可以一起露营看星星吗？所以妈妈准备了这些，希望妙妙可以喜欢。妙妙喜欢吗？谢谢妈妈帮我实现愿望。妈妈，妙妙，怎么啦？我有个秘密想跟你说。秘密啊？什么秘密啊？这个秘密连老爸跟 Daddy 都不知道哦。那这个秘密我可好奇了，什么秘密啊？跟我来。这是什么？这些啊，都是我亲手做的哦。每一年生日的晚上，我都会偷偷躲在房间里做卡片，希望有一天可以给妈妈。今年终于可以给妈妈了，我好开心。而且以后啊，就不用偷偷做卡片了，什么事都可以直接跟妈妈说。这是妙妙画的妈妈呀。这是我5岁画的第一个妈妈。第一个妈妈？这个妈妈好像胖胖的。对啊，我想象中的妈妈。那为什么是胖胖的呢？那时候我在读幼稚园，坐我隔壁的胖虎真的很胖，我连椅子都要分给他，桌子也要分给他。可是他的妈妈人很好哦，每次来接胖虎的时候啊，都会摸摸我的头，说我是好宝宝。胖虎妈妈也很胖，我就想我的妈妈应该也是胖胖的，摸我也很舒服吧。那好可惜，我的手好像瘦瘦的。可是妈妈的手也很舒服啊。真的吗？这是我6岁时候画的妈妈。为什么6岁时候画的妈妈是卷卷头？是那个时候啊，垦丁大街有一个卖珍珠奶茶的王妈妈，她的头发卷卷的，好像一颗颗的珍珠。我很喜欢喝她的珍珠奶茶，每次老爸带我去买的时候，他都会给我很多的珍珠，而且他很喜欢笑，所以我看到他就很开心。我也希望妈妈是这样。那他这个手上拿的是珍珠奶茶吗？很好喝哦。那如果妈妈现在变成这种卷卷头，你觉得怎么样？不要啦，你还是这样比较好。好。这是我7岁时候画的。妙妙7岁时候的妈妈是很会打扫卫生的吗？这是美秀姨，她那个时候我生病的时候都会煮东西给我吃，然后照顾我。我就想妈妈应该也是像这样吧。妙妙真的是一个很幸运的小姑娘，身边充满了爱你的人。所以妙妙，以后你也要做一个这样温暖的人，对身边的人要充满关爱，要对所有人都很友善，知道了吗？知道。这是我8岁画的妈妈。这个妈妈在骑自行车。我每天骑自行车上学跟放学，我常常在想，如果我可以跟妈妈一起骑车，那该有多好啊！妈妈，你知道吗？垦丁的天空多么蓝，多么漂亮。
我知道啊，妈妈看到了，肯定那天空特别特别美，而且每天都不一样哦。是吗？有时候是一望无际的天空，有时候是一点点的云，有时候是一大团的云。而且如果下过雨会有彩虹哦，肯定的彩虹很大很清楚。而且蓝色的天空也有不同的深浅，跟海一样。所以妈妈假如每天都跟我一起骑车，就可以看到这些不一样的风景了。妙妙，你是不是很喜欢跟我分享这些事情，跟我一起经历过很多很多有趣的事情？那你老爸和爹地他们知道吗？不知道，因为我都不敢跟他们说我想妈妈，我怕他们会难过。没关系，以后呢，妈妈随时都在，你有什么秘密你都告诉妈妈好吗？妈妈特别特别开心，你可以告诉我你这么多的秘密。你们真乖。不过这个妈妈是不是有点不好看？最近身体感觉怎么样？还好，就是偶尔会有一些虚，其他一切都正常。你老实说，多久没去见杨医生了？小萌啊，你什么时候能让我不操心啊？确实啊，现在想一想，这一路确实麻烦了你不少。本来想凭着自己的一点力量做一点事情，我好不容易考进奥斯顿，却一个项目都没有做成就离开了。你不会怪我吧？怪得过来吗？哎，面对你这样的女神经啊，早就习惯了。我还记得我上大学的第一天，你差点迷路了，你连门都找不到，最后还是我救你的，我带你去报道的。哎，你记得吗？我的室友看见你，就像看见了自己的偶像一样，都快疯了。发现没有啊？你的室友的品味呢，比你好多了。你怎么还这么平啊？我记得那个时候你已经进奥斯顿了，可忙了，不过只要一有时间就来看我。我做的第一个建筑模型还是你带我去买的材料。你好意思说呢？让你做个什么呀？做个教堂，你非要做一个鸟笼子。你没听到那些建筑材料他们都在哭吗？现在想一想啊，你人生当中我好像唯一没有跟上的就是你去台湾做交换生那一年。不过我们认识都已经超过我人生的一半了。好久，真的是好久，怎么会那么久呢？想想这么久了，我好像连你的手都没有拉过一次了，好亏哦。看一下，
记得吗？我跟你说过，我是一个外星人，你的病一定会好起来的，相信我。你确定是今天晚上了？当然，那你下午有好好睡午觉补充体力吗？放心，我睡了一整个下午，就等今晚。我做好准备，今天的节不行，1号男嘉宾。我真的想不明白，竟然有人的愿望是这个。对一个忙碌的工作者，还有职业妇女来说，这个愿望也是很奢侈的。是的，不能，知道了。武汉人叫吃早餐，不叫吃早。准备好了，我们现场的观众准备好了吗？相信梦想，相信实力。你能这么投自己的耳光吗？你明白吗？我什么心理，你知道吗？阿谦，在。我想死啊！我特别想死。我一年被这个女人骗了2次啊！因为你爱她啊。这有什么因果关系吗？你好好想想，现在你好好想一想。我想什么？你现在扪心自问，现在这么难受，是因为你看到莫小敏脚踏2条船，你自尊心受不了呢，还是出于你真的爱她？那区别了。这个情梗就你自尊心受不了，那么 OK， 去找到他，就算找不到，要不然怎么说？跟他比情来选，对不对？我睡着了。我说好的一口气要看完的，没想到又睡着了。是啊，是谁说要看的啊？没关系啦，下次再看一遍啊。那个结局怎么样了？那个女孩她没事吧？他们有没有在一起啊？在一起了，电视剧不都是这样吗 ？Happy ending 啊。好，那你今天在家里好好休息，我一会去上班去了。好，拜拜。载俊，你骗人，女主角根本就没有好，所有让人难忘的故事，女主角都得了癌症，最后都死了。妙妙，
妈妈，你怎么在这里呀？因为妈妈在等你回来呀。我今天坐校车啊。那可不可以陪我坐一会儿？好啊，拜拜。啊，你怎么了？没事啊，我就是出来透透气。小心着凉啊，妈妈。谢谢妙妙，好乖呀。妙妙，今天学校有没有发生什么好玩的事情啊？有啊，吴飞他今天带了小提琴来班上拉给大家听，拉得很好哦，所以我们都很惊讶，原来他不适合二胡，适合小提琴。所以呢，很多事情只要自己经历了就知道了。还有小优他的鱼今天死掉了。那妙妙，你知道死亡是什么吗？不会动了，消失了，大概是这样吧。正确的来说，死亡指的是一个人身体的运作全都停止了，他没有办法吃东西或者喝东西，没有任何的感觉，他不会快乐，也不会悲伤，感受不到任何的痛苦，再也不会醒过来，一切都静止了。什么都不会发生吗？什么都不会发生。小优很难过，还帮他的鱼举行葬礼，埋在他家的院子里。妈妈知道，面对分离的时候，一定会很难过的。可是我们每一个生命都会面临死亡，这个呢，就是大自然里面自然的节奏。妈妈，你也会吗？是呀，妈妈也会有离开的那一天。可是我不想让你走，我会怕。总有一天，悲伤都会过去的，留下的都是美好的回忆。就算妈妈有一天真的不在了，老爸和爹地也会好好照顾你的。只要你想着妈妈，妈妈就好像一直都在你的身边。妙妙，妈妈的爱永远都会拥有的。我也爱妈妈。妙妙和妈妈之间的爱是永远都不会改变，永远都不会消失的。
今天我找妙妙聊了很多，心里感觉舒服多了。8年前我已经逃了一次，现在我不能逃了，不然连我自己都看不起我自己。如果要问我人生中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我最后悔的就是当年没有遵守诺言回来。你呢？你有没有什么后悔的事啊？有啊。是什么？我后悔当年去美国没有再往前走几步。我应该再往前走几步，想尽所有办法把你找到，然后把你带回来。那这样，我们就多了2900多个日子了。爱情是不归的旅行，背包塞满满的勇气，哦，不经意尝尽你的风景，就回不去。啊啊啊啊！青春等一等就过去。冷不冷啊？谁不是写一写又怕要不要回家？只为心底我喜欢和你这样散步。那句话冒不停。天气这么冷，大家都不出门了，只有你这个傻瓜非说要出来散步。爱情像花或梅，青春等一等就过去，谁不是写一写又怕你的手好冷，你手套呢？只为心那天我在工地借了给工人，后来我就干脆送给他了。我们以前在垦丁啊，一年4季又那么热，根本用不了手套。可是上海不一样啊，上海很冷的。我来帮你保暖吧。生命的最后一天，不再需要新奇的事，只希望如同往常一样，这是寻常的一天，走平常走过的路，吹平常吹过的风，再晒一次阳光，再牵一次他的手。是有你的风景，让我爱你，让你是你。怎么了？这个屋子充满了那么多的回忆，我到现在还记得我第一次来到这个屋子的画面。那个时候屋子里空空的，什么都没有，我一样一样的把家具搬进去，茶柜、
电视机、沙发，还有窗帘，最后点上了灯，房子就有了生命。后来妙妙来了，也来了，这真的成为了一个家。我好喜欢那个家啊，有点舍不得。走吧。我感觉这样一步一步的走，特别踏实。怎么我才等到你？我们漏掉的时光，如何加倍弥补遗憾？相爱恨晚不算晚，只要你未走散，爱还有机会能圆满。多少夜的孤单，多少无声的呐喊，岁月里轮转，嘘寒问暖，想要填满你的脆弱不安。游荡的不凡，它终于到达了彼岸。历经那些黑暗之美和幸福交换，你要知道，爱情或许来得太晚，却不缺场。怎么我才等到你？我们漏掉的时光，如何加倍弥补遗憾？相爱恨晚不算晚，只要你未走散，爱还有机会能圆满。相爱恨晚不算晚。这不是我给你的那本《妙妙远程笔记》吗？是啊，你对妹妹有笔记，我也要有啊，这样才公平嘛。我打算拿这本笔记本继续写，我想用一个女人的立场跟妙妙谈一些女人该懂的事情，这样妙妙将来才不会吃亏啊。就像我姐啊，她太傻了。一个女人如果在爱情里面失去自我的话，她是不会快乐的。现在妙妙已经认了亲外公，我在想，要不要告诉妙妙她亲生妈妈的事情。我尊重你的想法。我本来想的，等妙妙再长大一点再告诉她。可是现在这个状况，我怕我没有机会了。我特别希望带着妙妙去见见姐姐。我觉得我姐应该很想她，很想见妙妙。
什么啊？你跟妙妙好不容易感情才变得那么好，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现在跟她说你并不是她妈妈，我真的不知道她有什么反应。你有没有想过怎么跟她说？你说的也对，那我再想想吧。我在想，要不要告诉妙妙她亲生妈妈的事情。我本来想的，等妙妙再长大一点再告诉她，可是现在这个状况，我怕我没有机会了。我特别希望带着妙妙去见见姐姐。妙妙，哇，老爸妈妈请坐。哦，这是妙妙做的早餐啊。妙妙为什么要给我们做早餐吃啊？因为我要谢谢老爸在垦丁每天都这么早起床做早餐给我，还有谢谢妈妈在上海也是每天都这么早做早餐给我，所以我想做早餐给你们吃啊。妙妙真乖，辛苦你了。谢谢妙妙。开动吧。啊。老爸，老妈好吃吗？好吃。妙妙好厉害，还会煎鸡蛋。从此呢，王子和公主就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所以王子跟公主在一起就可以幸福快乐吗？只要真心相爱的话就可以。那只要有爱就会幸福快乐吗？其实想要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并没有那么容易。两个人一开始相处的时候想着都是美好的东西，可是后来才会发现他们会有不熟悉，会有摩擦，也许也不够了解对方，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只想着给对方自己想要给的，却忘记了对方真正需要什么。
所以光靠爱是不可以的。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如何去爱，如何去做，才会幸福快乐。就像我和妈妈刚相认的时候。对啊，一开始妈妈因为太爱你了，就一股劲儿的给你所有的最好的，我想着这样妙妙就会快乐。可是没想到，反而妈妈这么做，妙妙根本就不会懂我的爱，对吧？你还记得吗？刚开始的时候，妈妈花了好大的力气，花了好长的时间，才让你接受我这个妈妈，对吧？真的很长的时间。所以啊，爱是需要学习的，没有人天生下来就知道怎么去爱，但是我们可以学习和成长。这是什么啊？这个呢，是当初妈妈在垦丁要带着妙妙回上海，你老爸特地给我的，这叫做《妙妙养成笔记》。所以这是老爸写的。这每一页都是你老爸写的，你一看就知道了，你老爸对你是多么的用心。你看上面都是不是很符合啊？当初妈妈也是靠这个养成笔记才了解到妙妙喜欢什么，在乎什么。妙妙不喜欢香菜的味道，一点都不能加。你给她奇异果，她会过敏。她很爱踢被子，晚上也要起来给她盖被。当她心情不好的时候，一个小小的冰淇淋可以让她满血复活。当她思考的时候，她喜欢皱眉，记得抚平她的眉心。不过你不用担心，永远要比她勇敢。千万要尊重她自由的意志，把她当是一个完整的人，相信她的能力，不要干涉她的创意。有时候你要向她学习，你可能会获得更多。有时候她不是你的孩子，更像你的镜子。好多事情我自己都没有注意到，老爸都注意到了。所以啊，妙妙，你也要像老爸爱你一样，好好的爱他，明白吗？不管以后你会不会跟老爸有冲突，你都不可以顶撞他。老爸伤心的时候，你要温柔的安慰他，把你的巧克力冰激凌分给他一起吃，好吗？这个是什么？这是妈妈写给你的，要不要念念看？要健康，健康是根本，没有健康，后面所有的事情都是白搭。第二，任何事情都要适可而止，尤其是闹脾气。第三，拥有自己的想法，也要学会尊重别人。第四，除了你爸你妈，没有人天生该对你好，对于别人的善意要时时感激。第五，谈恋爱的时候不要痴心爱一个人，要爱对一个人。好男人的标准要用老爸爹地当标准。第六，你就是一个小太阳，要学会发光，温暖自己跟别人。要学会发光，温暖自己跟别人。
妙妙，你现在还小，当你慢慢长大了，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有时候会让你失望。当你遇到挫折，对人生迷惘，妈妈希望你可以翻开这个笔记本，看看老爸和妈妈对你的爱。妈妈希望你一直幸福快乐。苗苗怎么了？为什么你要对我那么好？傻瓜，你是我的妙妙哦，你是我最心疼的宝贝女儿，我当然要对你好了。其实我知道，你不是我妈妈。虽然你不是我亲生妈妈，但是我很谢谢你愿意当我妈妈。我刚来上海的时候不懂事，对你乱发脾气，对不起。小傻瓜，妈妈很疼你，妈妈一点都不怪你。妈妈想要把世界上最好的东西都给你。妈妈真的很爱很爱你。你愿意当我妈妈？我才要谢谢你来做我的女儿。妙妙是我的女儿，我觉得好幸福啊。妙妙，这就是妈妈，跟妈妈说说话吧。妈，我是妙妙，我来看你了。我在垦丁长大，老爸叫冲浪，他喜欢带我去游泳，打沙滩排球。
我会爬树，骑自行车。每天放学，我都会去看太爷爷。太爷爷，快来快来，让太爷爷抱抱。有没有乖啊？有。啊。昨天老爸买了很多火龙果，我帮你带了2颗。他常常看电视看到睡着，他每次都会给我一颗软糖，包在糖果纸里面，我都舍不得吃。老爸开了一间民宿，里面有美秀姨和甜心姐姐。美秀姨、甜心姐姐，拿回来啦，吃。谢谢。又是老爸的粉丝哦。要记得想念美秀姨哦。谢谢美秀姨。乖。他们都对我很好。我养了一只猫咪，它叫肉包。哇，小猫咪好可爱呀！哇，妙妙是肉包的妈妈，我是肉包的干妈，好可爱呀！还有徐婉晶、华之、牛魔王这些好朋友。后来我来到上海，一开始很不习惯，可是老爸特地飞来陪我。我现在很喜欢这里的生活，也交到了好朋友。妈，我好朋友的名字叫做毛豆，他的国文很不好，造句常常被老师骂。假如你心情不好，我可以念他的造句给你听，你一定马上就笑出来了。妈，我好想你。还有这4张卡片，都是要给你的，这都是我在画你哦。
原来，只要能够睁开眼睛，只要能够看到隔天的阳光，只要能够呼吸，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一天。从最后的期限，我的每一天都是最后一天，每一天也都是全新的一天。我们的爱浪漫了整个夏天，许多少远才没与你错过。我们的故事也许没人在乎，我只想紧紧拥抱你，心跳让你听到。时光尽头，就算没有方舟，两个人紧握着双手就足够。命运牵爱的记忆带不走，我只愿陪在你左右。我们的故事也许没人在乎，我只想紧紧拥抱你，心跳让你听到。时光尽头，就算没有方舟，两个人紧握着双手就足够。命运牵爱的记忆带不走，我只愿陪在你左右，我永远守在你背后。分分秒秒，心中有彼此。你那里的云有没有像我的表情？轻轻的呼吸，空气中有你的消息。我还记得第一次牵手的风景，在哪里动了心，我们都不说的秘密。一圈圈不停旋转的爱恋，一天天思念穿越了季节。闭上眼，我看见幸福的螺旋，用真心绕地球一圈。你那里的云有没有像我的
表情，轻轻的呼吸，空气中有你的消息。我还记得第一次牵手的风景，在哪里等了心，我们都不说的秘密。一圈圈不停旋转的爱恋，一天天思念穿越了季节。闭上眼，我看见幸福的螺旋，用真心绕地球一圈。分分秒秒，心中有彼此。一天天想念，一遍一遍，一圈圈爱情开始蔓延。一转眼，我看见幸福的螺旋，围绕着你和我爱到永远。一圈圈，一天天穿越了季节。闭上眼，我看见幸福的螺旋，用真心绕地球一圈。青春等一等就过去，谁不是写一写又爬起，只为心底那句话冒。我没有东西可以送给你，因为我知道你会给自己创造许多故事。任生活颠沛流离，夺走我所有幸运，坠落也要灿烂你。爱情是不归的旅行，让我爱你，让你是你。我多想按下暂停，那些错失过的风景，等到爱的就像我握着你一样，温暖你的手。身份为你放映，怎么我才等到你？我们漏掉的时光，如何加倍弥补遗憾？相爱恨晚不算晚，只要你未走散，爱还有机会能圆满。
我不想让郑磊再对我有什么错觉，这样只会耽误他的幸福，只会妨碍他。你就是郑磊的幸福。那我就不明白了，我怎么就是他的幸福了？虽然你年龄比我大吧，但是你不能为我的幸福下结论。他也懂你，你也懂他啊，那你们也相处的挺好的，你怎么就不能试试在一起呢？那这么一来，我也懂你，你也懂我，我们俩处的也挺好的，你怎么不试试跟我在一起啊？看吧，爱这个东西，感情这个东西，要不要在一起，是不能被说服的。怎么我才等到你？我们漏掉的时光，如何加倍弥补遗憾？相爱恨晚不算晚，只要你未走散，爱还有机会能圆满。妙妙，你知道吗？我其实是一个特别胆小的妈妈。妈妈也很胆小。我记得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护士阿姨啊，把你包裹得像个礼物，你只露出了红扑扑的脸蛋，说的可香了。当时护士阿姨把你抱给我，妈妈可紧张了，一不小心差点把你摔着。那我掉下来吗？当然没有啦，我哪舍得啊。不过因为当时的那个气氛太乱了，把妙妙给吵醒了。我当时以为妙妙会像其他宝宝一样放声大哭呢，可是你可勇敢了，你竟然都没有害怕。我当时就想，妙妙这么勇敢，我身为妈妈不是应该更勇敢吗？妈妈现在什么都不怕吗？为了妙妙，我后来变得面对任何事情都变得特别勇敢。可是勇敢不代表做什么都是对的，当然也有做错事的时候。可是在故事里，不是勇敢的人才能当主角吗？是啊，勇敢当然是好事，但只有勇敢和有勇气是不够的。为什么啊？妈妈都没有跟你说过，妙妙很小的时候，妈妈生了一场大病，当时觉得自己不能好好照顾妙妙了，又担心自己生病的样子会吓坏妙妙，就把你交给了最爱你的老爸和爹地，自己去治疗啊，看医生。我以为这是最好的安排，却没有想到妙妙的感受。其实妙妙非常的希望妈妈陪在身边，对吧？当时我知道超人阿姨就是妈妈的时候，就很想问是为什么那么晚才出现，是不是妙妙不乖？当然不是，妙妙可乖了。当时是因为我太爱妙妙了，才会做这个决定。有老爸、baby 还有妈妈，我是最幸福的小孩。老爸，妹妹怎么了？妈妈是不是生病了？是啊，妈妈是生病了。那严重吗？
对吧？虽然毛老师生病了，但你看他还是很努力的去面对，他还是跟以前一样，每天的为生面对我们，是吧？那你妈妈会离开我们吗？老爸，你不要难过啦，我不问了。妹妹啊，其实老爸这几天一直在想，怎么跟你说妈妈生病的事。是的，妈妈病得挺严重的，但有可能很快又变得很虚弱。那可以带妈妈去看医生啊。不是所有的病医生都会治好的。所以妈妈的病是治不好的。虽然妈妈病得很严重，她的这个病不好治，但是你看妈妈有一点还是很努力的去面对，她很需要我们为她鼓励，给她打气，对吧？所以从现在开始呢，等妈妈休息的时候，我们这边不要去吵她，等她养好身体，等她有足够的体力去战胜病魔，好吗？嗯。医生啊，小梦的病情现在怎么样啊？他最近老是发烧。病人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副作用，发烧只是其中之一，所以病人要拿出十足的毅力才能挺过去。当然，也离不开家人的支持。小梦，我相信你可以的。这些我8年前就知道了，只是再复习一次。你还真能开玩笑，不过有你这样轻松乐观的态度是对的。谢谢医生。小梦现在情况怎么样？时好时坏啊，小萌的求生意志很旺盛。怎么说呢？我觉得，虽然说检查报告不是太乐观，但至少他的心情是乐观的。帮我好好照顾他。你放心，都按照你吩咐的，用的是最好的药物，安排最好的病房。我相信他只要按我的疗程一步一步的来，应该还是有希望的。你为他做这么多，他知道吗？别告诉他，别给他增加负担。你这个黄金单身汉看上去不可一世，风流倜傥，实际上这么多年心里面就只记挂一个人。可惜这个人一分一秒也不属于我。也许不属于你的，才可能真的会一生一世。我先忙了
给你买了点零食。进来吧，你随便坐。啊，你在干嘛呢？整理照片啊。这些都是什么时候的照片啊？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哇，小萌姐以前是长头发呀，好漂亮啊！你们班男生以前是不是都暗恋她呀？这简直就是女神嘛！如果还能回到过去，回到那个时候，该多好啊！你今天怎么突然有兴趣看这些老照片啊？因为小萌想看啊，她害怕有一些照片只有我有，她没有，她从来都没有看过。她想把过去的照片全部都看看。那这样是好还是不好啊？不管怎么样，她现在想做什么，我们都帮她去实现吧。以前怎么没有听你说过去台湾当交换生的事儿啊？最开始是小萌想去的，我就陪她去了。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见小萌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大一。当她第一次坐在我身边，我看着她，我就知道好像这辈子我跟她有某种缘分。那你就是在那个时候喜欢上他的？说不清楚，说不清楚具体在什么时候喜欢上的他，但是就是希望跟他在一起，一起上课，一起吃饭，一起去图书馆。这种感觉真的很奇妙。那既然你这么喜欢他，当时怎么不跟他表白呢？因为跟他在一起就已经很幸福了，就希望一直维系的这种感觉，所以表白不表白已经不重要了。而且还有载具，确实能看出来你们三个人的感情特别好。我们自称3剑客，说好了这辈子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也明白载俊对小萌的感情，但是3个人就这么一路走过来了，谁也不想打破它。我曾经问过我自己，到底什么是爱？我总结出来的答案是，其实每一个人的爱都是不一样。对于我郑磊来说，我的爱
就是一种陪伴，一种呵护。我非常非常享受这种很温暖的感觉。我觉得爱不一定就是要得到对方啊，可以远远的看着，远远的呵护着。我很快乐。郑伟，感觉这段时间你变得不一样了。大家就这么一直走下去吧。只要小萌能够好好的。小萌、在俊、妙妙，还有你，我衷心的祝愿你们可以幸福。小萌姐，快尝尝我熬的汤。谢谢童丹。怎么样，好不好喝？好喝，特别好喝。小萌姐，其实我很想谢谢你。我跟郑磊聊天，聊到很多你们上学时候的事，他还跟我说了他很多的心里话。那这么说一来，你们俩的关系跨了一大步嘛。一个男人呢，愿意跟你谈他的心事，就说明是他全然相信你的时候。其实啊，我还和他只是停留在良好互动的邻居关系上。只是一直以来，我都知道他喜欢你，在乎你。虽然你一直都跟他说清楚、讲明白了，但是啊，他的心里就一直都有你。我呢，就好像在跟一个假想的情敌在打仗，虽然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是他却武功高强，经常能把我弄出内伤。不过现在啊，我终于能松口气了，因为郑磊终于把他的心给腾出来了。其实这一路以来，我也觉得自己亏欠了他很多。不过今天听你这么说，我也终于放心了。绕了这么久，我终于能感觉到我跟他的关系似乎有了重新开始的希望。是吗？那我真为你们俩高兴。其实真的一份感情，它不怕时间磨多久，你还年轻，有大把的时间。我想前面这一大段过程，我怎么看我都觉得这是一件好事，这样会让你们两个彼此更了解对方，更熟悉对方。如果你们真的在一起了，你们才可以相处得更好。小萌姐，真的要谢谢你，要不是你一直鼓励我啊，我可能也等不到这一天。你就别谢我了，是你的，终究是你的。如果你真的想要放下，老天也会让你提起来的。不过，以后你要好好的对待我们家郑小磊，不许欺负他。知道啦，快喝汤吧，凉了就不好喝了。
你怎么停到这里啊？你还记不记得这里？哦，是不是那个晚上我的车子在这里抛锚？是这里吗？我们怎么到这里来了？你还记不记得那天晚上你跟我说了什么？你说你也懂我，我也懂你，我们为什么就不能试试在一起？他也懂你，你也懂他啊，那你们也相处得挺好的啊，你怎么就不能试试在一起呢？那这么一来，我也懂你，你也懂我，我们俩处的也挺好的，你怎么不试试跟我在一起啊？看吧，爱这个东西，感情这个东西，要不要在一起，是不能被说服的。小萌啊，我想谢谢你把妹妹交给我，让我开始学习怎么当一个爸爸，让我开始知道生命中有一些爱是任何东西都没有办法去衡量的。你一直觉得是我给妹妹有一个家，但其实是妹妹给了我一个家。我想谢谢你，让我做一个更好的人。这8年来，我什么都不敢做。今天我带你回来这里，是因为我想告诉你，我不想再有任何遗憾了。爱情像又说建筑，我爱你，音乐就是流动的建筑，而建筑就是凝固的音乐。他们两个，一个是听觉的感动，一个是视觉的冲击。我喜欢他们是因为他们同样都有理性的美，他们讲求张力、比例、素材，但同时呢，也要呈现感性的美。如果说音乐是音乐家给世界写的声音，那么建筑是建筑师给大地写的情书。我想要做那个写情书的人。当然记得。我觉得音乐是流动的建筑，而建筑就是凝固的音乐。它们两者，一个是听觉感官的感动，另外一个就是在视觉感官上的震撼。如果说音乐是音乐家送给世界的声音，那么建筑就是建筑师给大地写的情书。
我相信在每个人的眼里，都会有自己家的样子。而在我心目中最温暖、最理想的家，它并不是冰冷的钢筋水泥，它不仅仅要符合人的需要，它还要跟大自然相和谐，让天地人都感受到温度。青春，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谁不是它是爱的所在，一些又怕起，和爱人一起相融相依，那句话冒不停，那里是满载着爱的地方。我爱你，我爱你任生活颠沛流离，夺走我所有幸运，坠落也要灿烂你，让我爱你，让你是你。这是我写过最温暖的情书，来献给我最爱的宁小梦。我多想按下暂停，那些错失过的风景，等到爱的再次光临，换种身份为你放映。多少夜的孤单，多少无声的呐喊，岁月里轮转，是很温暖，想要填满你的脆弱不安，游荡的不凡，它终于到达了彼岸，历经那些黑暗之美和幸福交换。你要知道，爱情或许来得太晚，却不倔强。怎能我才等到你？我们漏掉的时光，如何加倍弥补遗憾？相爱很晚不算晚，只要你未走散，爱还有机会能圆满。把疑问藏到心底，即便是伤痛不已，假装梦还没醒，你从来未觉醒。我多想按下暂停，那些错失过的风景，等到爱的再次光临，换种身份为你放映。怎么我才等到你？我们漏掉的时光，
如何加倍弥补遗憾？相爱很晚不算晚，只要你未走散，爱还有机会能圆满。教授，当然来了。不好意思啊，有个会，等很久了吧？今天不是假日，我又来的突然。喝点什么？先生，您需要喝点什么吗？给我一杯拿铁，谢谢。好的。您怎么突然过来了？来看小萌？来看看你啊。看我打个电话我就去杭州了，还麻烦您跑一趟。是我要来见你，当然是我来了。您最近身体怎么样？我很好，就是小萌，她不太好。我都知道了，怕我伤心，你们都瞒着我。教授，您是小萌最亲的人，小萌也知道，如果您知道她身体的状况的话，肯定会非常担心，所以就不让我们告诉你。她也是好心，您就别怪她了。但是您放心，小萌的病情其实还好，比起8年前没那么严重。你想那时候我们都熬过来了，这次没问题的，肯定没问题。当然，我今天来就是要谢谢你。你谢我什么呀？8年前在美国，小萌发病了，当时她人生地不熟，我又鞭长莫及。多亏了你，在他身边，忙里忙外，前后打点。这次他又复发，又是你帮着联系病床，联络他在美国的医生，又请杨医生特别关照小萌。教授，这一切都是我应该做的。你对小萌太好了。你这么说有点见外了。你看，在我上学的时候，您那么照顾我，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其实，在我心里啊，一直把您当父亲一样。我跟小萌青梅竹马10几年了，那可以说我也算是看着她长大的吧。在我心里，小萌，她就像我的妹妹一样。那您说我不照顾她，谁照顾她呢？当然，你的心思我明白。可能是小萌没这个福气吧。上学的时候。我记得您跟我们说过，举过一个例子，一栋成功的建筑，应该是从任何一个角度看，都是完美无缺的，都是能够振奋人心的，这才是完美的建筑。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不是也应该是这样的？无论彼此是什么身份、什么关系，都不会影响到相互关心、相互爱护。我觉得我跟小萌就是这样的感情，所以您不用谢我，真的不用。当然，有你这样的学生，
我很骄傲。你对小东的病情有什么看法？也许是因为你们给他的爱让他太快乐了，只有心情快乐才会对病情有帮助啊。所以你对小东的病情还是挺乐观的，是吧？是，我是挺乐观，但是未来的事情谁也说不准，我们只能尽力控制，但究竟能控制到哪一步，并没有100%的答案。但是人活在希望当中，总比绝望当中强，不是吗？这一场。老人家，您听到的消息啊是真的，我们是免费帮张奶奶返修改建的。哦，我家也有问题啊，你们能不能也帮帮我呀？我们这个是一个公益团队，如果确实是经济上无法承担，又确实存在问题的话，我们会给您提供帮助的。哎呀，我家也很困难。我老伴过世啊，就我一个人，靠养老金度日。我家水管也裂了一次，没钱换呐，我就找人呐帮我修过，但是没修好，以后就一直滴滴答答，墙都淋湿了。这样吧，老人家，您别着急，您留一下这个您的地址和联系方式，到时候啊，我派专员上门调查，好吧？好。谢谢啊，不要紧，不要紧，谢谢。这是我调查过的几户人家，确实是需要帮助，您看一下。工人们的保险都买了吗？放心吧，买保险就是保平安，工人的安全必须要重视。好，那我先过去了，忙吧。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你。对呀，真的是好久不见。你还好吗？我很好。半年前你离开奥斯顿去旅行，我以为你不会回来了。其实我早就回来了，只是没有通知任何人。这一次出去了，你才发现世界上原来有那么多需要帮助的人。我就回来成立了这个公益社团，帮需要帮助的人改房子，也算是发挥特长了。正好，那思妮姐，让我加入你的社团吗？我也想出一份力。真的吗？真的啊。那我们是求之不得，我们特别需要像你这样有才华的人。那不需要考核啊？别人需要，你不需要。谢谢你。是我要谢谢你。你还记得吗？一直带着它。这个日记本，半年以来每天我都在记日，我都会把那些特别温暖人心的小事写上去，所以它是一份非常珍贵的回忆。相信以后会有更多美好珍贵的回忆。一定会有的，一起加油。好吃的，来吧。谢谢爹地。对了，小萌要去参加癌症希望基金会的演讲，要不要我们先帮他听一听？好啊。大家好，
我是宁小萌。我母亲为我取名的时候，希望我像柠檬树一样，拥有强韧的生命力。小时候的我，并不知道生命力真正的含义是什么。我的成长和大家都一样，没有什么特别的。念书的时候，我不常被老师点名，可是长大之后，我常常被老天爷点名。所以我经历了2次癌症发病的过程。第一次发病是我22岁，我人在美国。那个年纪的我，青春狂妄。我一直以为我有大好的前程，有花不完的时间。生病了，我才发现，我不能把生命视为理所当然。每一天能够睁开眼睛，都是值得感恩的一天。8岁那年，我失去了母亲，所以我的整个童年都是不快乐的。于是，当我知道自己要面临死亡的时候，我擅自做了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我放弃了未满周岁的女儿。我以为她不曾拥有，就不会失去，不会像我一样有一个不快乐的童年，像我一样痛苦的成长。可是我这个选择让我变成了一个自私的母亲，也连累了我最好的2个朋友。老天爷对我是宽容的。8年之后，我有机会弥补我的过错。我和我的宝贝女儿团圆了，享受了亲情的温暖。可是却在这最美好的时光里，我又发病了。可最奇妙的是，第2次发病我并没有那么害怕。我开始学习好好的告别，安慰爱我的人，鼓励我爱的人。我终于体会到，人生是一场爱的学习，爱是我们活过的证明。在这个世界上，什么都会消失，只有温暖的爱才会留下来。现在我也终于明白了妈妈对我的期许。生命力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东西，生命力是爱的力量。未来不管哪一天，我在天上遇到妈妈，我终于可以很骄傲地告诉她，我是一棵柠檬树，生生不息，勇敢向上。谢谢大家。
妙妙，我叫左妙妙，最爱我的人是老爸，最疼我的人是我妈妈。今年暑假最难忘的事情，就是回到垦丁，看见垦丁的海洋，还有我喜欢的朋友。常常有同学问我，上海跟垦丁哪里才是我的家？我问妈妈，妈妈说我出生在大地上，整个世界都是我的家。这个答案有点难懂。我也去问老爸，老爸说，只要那个地方有我想念的人，就是我的家。这样我就懂了。所以我有2个家，一个在垦丁，一个在上海。不论住在哪一个家，我们都是幸福的一家人。欢迎来我家玩，我会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